大家好，歡迎返嚟第5課。上堂我哋學咗生成式 AI 係咩嘢，即係啲識得創造、識得同你傾偈、回答問題嘅 AI。我哋仲介紹咗幾款常用工具，好似 ChatGPT、豆包、Gemini 咁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要更進一步，真正落手落腳去玩下。我會教你點樣用 AI 幫你畫圖、幫你寫嘢。呢個可以話係生成式 AI 最神奇、最好玩嘅部分。另外，課程嘅最後，我會同大家補充一個近期好熱門嘅概念，叫做有身體嘅 AI，即係具身智能。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。首先講細畫圖，你唔需要識畫畫，完全唔使，只要你用把口講出你想畫啲咩，AI 就會幫你生成一幅圖出嚟。你打開一個 AI 畫圖工具，輸入一段描述，譬如話一隻住西裝、打埋領嘅貓，唔使1分鐘，幾十秒之內 AI 就會生出一張圖俾你。呢樣嘢可以用嚟做卡片、做插圖，甚至純粹為咗好玩都得。點樣先可以畫得靚？好簡單，記住一個原則，越具體越好。你話畫一隻貓咁，AI 就會是但畫隻貓出嚟，效果好普通，你亦都預測唔到佢會畫成點。但如果你話畫一隻骨色嘅虎斑貓，坐喺窗台上面，有陽光照入嚟，咁 AI 就會按你嘅描述畫出一幅好有畫面、好精緻嘅圖。所以你俾嘅描述越仔細，效果就越理想。講完畫圖，我哋講西寫作。AI 唔單止識得同你傾偈，仲可以幫你寫信、寫詩、寫故事、寫生日祝福，乜都得。操作好簡單，直接話俾西知你想要咩就得。但記住，同一道理，指令嘅品質決定輸出嘅品質。你求其講幫我寫一封信，AI 就會求其寫一封好空泛嘅信俾你，完全唔啱使。但如果你具體啲講，幫我寫一封生日祝福俾我65歲嘅媽媽，佢中意種花，我想多謝佢咁多年嚟嘅照顧，咁 AI 就會寫出一封好溫暖、好個人化嘅祝福說話。係咪爭好遠？不過要記住， AI 生成嘅嘢只係初稿，只係參考，你一定要自己再改一改，加返自己嘅心意落去，咁先至有溫度，先至係屬於你嘅嘢。好，畫圖同寫作講完啦。最後我要同大家介紹一個好有趣嘅概念，叫做具身智能。呢個名好似好學術，其實簡單講就係俾 AI 一個身體。我哋之前學嘅 AI 全部都係住喺電腦同手機入面，淨係識得講，唔識得做。但具身智能呢，佢有個實體嘅身體，可以喺真實世界入面走嚟走去，掂嘢做嘢。你屋企嗰部掃地機械人，佢會自己規劃路線，自己避開障礙物，自己清潔成間屋，嗰個就係具身智能。工廠入面嘅機械臂，自動搬運貨物，精準操作，都係具身智能。仲有自動駕駛汽車，佢自己感應周圍環境，自己揸車，都係具身智能。酒店嘅送餐機械人，佢自己認路，自己送嘢食去你間房，全部都係具身智能。具身智能有3個要素：本體，即係身體；智能，即係大腦；同埋環境，即係佢周圍嘅世界。佢一邊做一邊學，就好似一個 BB 學行路咁，慢慢進步。呢個概念喺2025同2026年連續2年被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，係未來嘅大趨勢。不過大家放心，佢唔會取代人，只會幫人做嘢。AI 係工具，唔係對手。好，理論講完，而家輪到你動手試下。今日有2個任務，你揀一個嚟做，或者2個都做晒都得。任務1，叫 AI 幫你畫一幅圖，或者寫一段文字。你打開 AI 工具，輸入一段描述，譬如話一隻穿西裝嘅貓，或者一封俾媽媽嘅生日祝福，然後觀察下 AI 俾咗咩結果你。任務2，觀察你身邊有身體嘅 AI， 留意下屋企部掃地機械人、商場嘅導覽機械人，或者新聞入面見到嘅無人車，記錄低你見到嘅嘢。呢2個任務都好好玩，建議你2個都試下。今日嘅課後小任務同樣係2選1，選項 A AI 創作分享，
你叫 AI 畫咗幅圖或者寫咗段文字，截圖擺上留言區同大家分享。選項 B， 發現身邊嘅 AI， 你記錄低你見到嘅有身體嘅 AI， 可以係相片或者文字描述，分享俾大家睇。每一個發現都好值得被看見，期待你嘅分享。最後，今日要記住3件事：第一，些畫圖用講嘅就畫到，越具體效果越好。第二，AI 寫作，佢會俾初稿你，但你要自己修改，加入心意。第三，具身智能就係有身體嘅 AI， 喺真實世界幫人做嘢，佢係工具，唔係對手。下一課我會教你點樣同 AI 高效對話，即係點樣落指令，點樣進行多輪對話，同埋點樣用模板，等 AI 更加明白你嘅需要。記得完成今日嘅課後任務，然後嚟上堂打卡啊！我哋下一課見，拜拜。